家人们，人家今天跳得好辛苦呢，你们有给人家打 call 吗？违约金已经有人帮你交了，苏晓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和公司再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娘化的装扮，小鲜肉的剧本，明明都是公司的强制安排，凭什么现在把错全推到我一个人头上？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你已经是全网黑料了。怎么？难道还要公司继续花钱养着你这个废物吗？苏晓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最不该的就是去得罪李总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吗？但就算是再来一次，我也依旧不后悔那一天的见义勇为，不后悔去阻止那个混蛋。苏晓，你别灰心，我马上回国，我可以为你开一家传媒公司。不用了，琪琪，我累了，我想回村子休息一段时间。也好，无论苏哥哥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谢你帮我交违约金，以后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自从出道起，就一直遭受公司违约金的要挟，被逼着去走小鲜肉路线。现在这样也好，至少我终于能再做我自己了。去他奶奶的娱乐圈，社会太险恶，还是屯子好。哥不当那明星了，哥要回村当大佬。别犊子，眼瞅着快过年了，还不麻利滚回来帮老娘我杀猪啊！哎呦我去，杀猪啊！这我老在行了。等着，都别跟哥抢。远离城市的喧嚣，回归心灵的宁静。欢迎来到大型直播综艺《向往的烟火》。本节目将由7位星光熠熠的嘉宾带领大家前往最纯粹的乡村，感受最淳朴的人间烟火。让我们欢迎顶流天仙刘雪柔，能说会道的国民老牌主持人何天下，著名男演员实力派硬汉李珊，新晋流量男歌手新锐才子北北，元气满满的可爱女星赵甜甜，以及著名笑星大家的开心果王小小。天仙下凡，支持！这期待带队成什么样子？太期待这档神仙！哎，我去了，哥是在城里混不下去才灰溜溜滚回屯子的。这帮大明星咋还上赶着往农村扎呢？一个比一个腕儿大，这是搁这整啥景呢？拉倒吧，人家那节目组得多虎啊，才能相中咱这连个像样厕所都没有的破屯子。打今儿个起，哥跟那帮明星啊，彻底掰扯清了，大路朝天，各走半面，谁也不认识谁。大岭屯的老少爷们都给我听好了，我苏晓回来了，还不麻溜集合，速速出来迎接哥！哎呦我的老天爷呀！这动静，这闯祸的祖宗虎逼真回来了。这挨千刀的，刚消停2年半，又回来作妖折腾来了。对味儿，就是这个味儿，这狗叫，这冷风，这才是家。我彻底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狗子们，准备接招啊！哈！大哥好！
乡亲们好！大哥辛苦了！乡亲们辛苦！哎，疼！别，错了！瘪犊子，刚回屯就瞎闹腾是吧？我看你是皮又痒了，欠收拾。哎呀，春梅女士，轻点！我这不是太想咱村的乡亲们了吗？联络一下感情嘛。瘪犊子，可别搁这瞎嘚瑟了！你瞅瞅你这身打扮，脖子脚脖子全露在外头，能动不着？麻溜给我回家换厚衣裳去。朋友们，大家注意了，还有半个小时，我们就要到达本次节目的目的地——风景优美的大岭屯了。好哎，终于能看到大雪下的农村了。听说大岭屯旁边的大山里有老虎，接下来我将到老虎的面前，为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展示一只成年恐怖直立猿的力量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北方菜可是非常好吃的，而我早些年也对北方菜有很深的研究。哎，还得说咱屯里的军大衣裹上是真舒坦呀。你个瘪犊子，这刚换完厚衣裳，咋一转眼就又窜出去疯了？这不是太久没蹲家门口了，出来回味当年的青春吗？直播间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人杰地灵的大岭屯，在这里，村民们的一大习惯就是在家门口坐着。而现在，就让我们寻找一位这样的村民，与之对话，从他正式开始我们本次旅程之下的烟火生活。苏小，苏哥大家上午好啊！我去啊，向往的烟火里竟然还有苏小！哎，我操，苏小咋穿着军大衣啊？还有这帽子，这也忒喜感了吧？他不是走那种阴柔美男路线的吗？男神？不是男神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的偶像包袱呢？听说了吗？那娘套苏小被公司解约了，以后终于不用再看到这种娘屁小鲜肉了，简直大快人心。看什么呢？那么入迷。苏小，哥哥姐姐们，你们可能不认识，这是苏小，我以前传媒学校的师哥，也是前2年很火的明星。就那个被全网黑的小鲜肉。这个甜甜，你们这是在拍节目呢？是啊，苏哥，我们在拍摄《向往的烟火》，现在正在全网直播呢。你们这次节目选定的地点竟然是大岭屯，这个世界竟然还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吗？苏哥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为什么会在大岭屯啊？这个，因为大岭屯是我老家呀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你不想混娱乐圈了，所以回了老家，准备种地？是的，但我没想到你们节目组竟然也来了我们村。是啊，这可真是太巧了。这样离谱的剧情，我想直播间前的观众们应该也想不到吧？想不到，真的想不到！没想到苏小竟然还是个东北农村孩子，这反差也太大了。顶流小鲜肉被全网黑后，选择回村种地。天啊，这也太抽象了吧！编剧都不敢这么编，哈哈，笑死我了！这剧情太得劲儿了，都跑回村子避风口了，还能被拍个正着啊！确实好笑，不过你有没有感觉，这村子版的苏小反而还看起来有点顺眼了？是有点哈，这军大衣比那粉色舞台装可好看太多了，感觉爷们儿多了。太好了，苏哥，那既然这么巧，你就和我们一起录节目吧，咱们师兄妹又能同框了。这个就算了，我都退圈了。可是，那个苏小啊，
我们尊重你的选择。可是接下来我们在大岭屯生活，村子就这么大，摄像机总会去拍到你的，这也不是我们能完全控制的呀。哦，这没事儿，反正你们录你们的，我也正常在村子里待我的。正常情况下拍到我，那就把我也当成你们本次节目下村子里的一个村民就完了。可以这样的话，那自然是最好的。儿子，跟朋友们唠完了吗？唠完了。那行，麻溜杀猪去。二大爷家那头大黑猪都捆结实了，就等你上手开干呢。杀猪！苏哥杀猪？咋的？有啥意见啊？那个苏小啊，你是说你要去杀猪？你以前可是……那可不咋的，我跟大伙唠唠，咱大岭屯我说杀猪第二猛，没人敢称第一，十里八乡的猪，老远瞅见我都得打哆嗦。苏哥，你现在说话怎么带这味儿了？你以前说话都是轻声细语的呀。没招啊，实在是憋坏了，在城里天天端着装高冷，嘴都快不会说话了。这要是回村了，再不放开了唠，那是真受不住啊。行了行了，别搁这白话了，刀都给你磨好了，赶紧的。得嘞，这就麻溜走起。这还是那个在舞台上唱跳的顶流吗？这气场，说他是座山雕我都信。有点吓人，但又有点莫名其妙的帅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的天，这是苏小，这拿刀的架势，没杀过10年猪绝对练不出来。神级反转，爱豆退圈回村当屠夫，牛逼，太牛逼了！我操！罢了，既然装不下去了，那就索性摊牌，让你们看看东北爷们儿的硬核日常。走啊，何老师、甜甜，看杀猪去啊！今天高低给你们整个杀猪菜。杀猪？你们刚才说谁要杀猪？喏，就在那儿呢。苏小？开什么玩笑？苏小怎么可能杀得了猪？网上明明都说他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小鲜肉，平时连个瓶盖都拧不开，还说他娘。哎呀，那玩意儿都是公司的剧本啊！你们两个都混这么久娱乐圈了，咋还那么单纯呢？剧本？这人设也能是剧本？对啊，公司非说现在就流行那种柔柔弱弱的款，非逼着哥装。不过现在哥连天价违约金都交了，也就啥都无所谓了。哎呀妈呀，憋了这么几年，把这一切都说出来的感觉，真特么爽啊！苏小，咱们现在还直播着呢。直播？播就播呗。各位老少爷们儿，大伙好啊，都吃上饭没？剧本，我去！苏小的小鲜肉娘炮人设竟然全都是剧本，看个养老综艺竟然还看出瓜来了。就算是真有什么剧本，可苏小这手无缚鸡之力的体质总是真的吧？我还是不相信他能杀猪啊！苏小，杀猪可是个体力活，更是个技术活，就算是很厉害的人，也不一定能做得了。那我要能咋整？不可能！哎妈呀，这磨叽的！我就问你，如果我能，你这小瘪犊子咋整吧？那要是你真能杀了，我就给你当面道歉。再免费送你一首我写的歌。这败家玩意儿，我都退圈回村混了，我要你送歌啊！再说了，这十里八乡的，谁不知道我苏小唱歌跑调？跑调？可你不是个歌手吗？ KTV 水平那是没跑，但前提得灌2瓶啊！真上舞台，人家也不让我揣着二锅头上去啊！哪有你这样黑自己的？这有啥？你打开贴吧，搜索黑苏吧，瞅一瞅，那帮主就是我自个儿。什么？哥说，黑自己的事儿哥干多了。哥以前最大的黑粉啊，就是哥自个儿，天天搁网上发帖埋汰自己娘里娘气，那词儿一套一套的，老得劲儿了。还能有这种操作的吗？苏小竟然是自己的头号黑子！我操，不是我那个豆！真正的苏小竟然是这个样子吗？唱歌贼难听的歌手，笑死我了！这是对自己有绝对清晰的认知啊！完了，家人们，我咋感觉这真正的本人这么有意思呢？行了，别整那虚头巴脑的。哥赢了，喊声爹，中不？瘪犊子玩意儿！啊！
明星上咱屯子录节目来了，你干啥呢？拎把破刀搁那比比划划的，像啥玩意儿？对人客气点，听见没？哎妈呀，轻点轻点，耳朵要给我薅掉了！我不也是明星吗？也没瞅你对我客气点啊！你算哪门子明星啊？回屯子就知道造粘豆包，一边待着去。那啥，北北啊，咱妈都发话了，不叫爹，叫大哥总行了吧？行，我就不信你能杀得了猪。妥了，看哥今天给你露一手什么叫做中原一点红。走着，上二大爷家后院杀猪去。这猪不能这样弄的，我以前学过怎么按猪。让我想想，这畜生今天受惊了，按不住啊，老弟呀！你们这些明星哪懂这个呀？平时连个大米袋子都扛不动，你们可别凑热闹过来吹牛了。要是被咬一口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真学过，只是一下给忘了。嗨，苏哥还没过来吗？来了，二大爷，多大点事儿啊？看把您急的。这猪好大，快看过来了，救命啊！苏小，要不咱们还是报警吧，让消防队来，或者打麻醉枪也行啊。这可是猛兽级别了吧？报啥警啊？多大点事儿？而且，这猪肉打了麻醉枪还能好吃吗？都闪开，看哥的！完了，苏小要在咱们这档节目里，成为这世上第一位命丧猪圈的顶流明星了。明天的头条我都想好了。苏小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乱来，我马上就想到办法了。等你琢磨出法子，那猪都要下崽了。孽畜还不伏法！他疯了吗？那是300斤的活物！身手比10年前咱跑徒步还利索，太牛了！二大爷，还愣着干啥？地盆接血！哎呦我去，苏哥牛逼！快，把这红大盆打过来！天哪，这是霸王项羽转世啊！苏哥竟然真的会杀猪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我操！我错了，我现在就单杀野猪都来了，太粗鲁了，太暴力了，一点都不科学。科学？啥科学？我只知道按猪啊，它就得一个字儿猛。是啊，明星老弟，这按猪还闹啥科学呀？怎么，你们明星按猪还要给猪上堂课呀？不是这样的，那个下次我一定用最科学的方式帮助乡亲们杀猪。好嘞，那咱们全村可就翘首以盼，期待大明星的科学杀猪法了啊！苏哥，你太厉害了，我还以为你是吹牛的，结果你真会杀猪啊！那可不咋的，哥从不吹牛逼。可是苏哥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我看你也不是肌肉猛男啊，为什么能这么厉害啊？嗨，这有啥的？从小到大在村子里漫山遍野的跑，也惯了，自然就练出来了。怎么说，小老弟，刚才打赌的事儿还算数不？叫不叫大哥？那可是300斤的野猪啊！你刚才那一下，唰的一下，然后砰的一下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哎呀妈呀，瞧把你给激动的，想学啊？叫声大哥，我教你啊！大哥！
大哥！我去，不是啥情况？这小老弟这么实诚的吗？哎呀，你看你这，快起来，好老弟啊，就冲你这声大哥，啥也不说了。晚上来大哥家里，大哥给你们做最正宗的东北杀猪菜，保证让你香迷糊了。杀猪菜！哇塞，好哎好哎，我也要吃杀猪菜。杀猪菜，一听名字就好吃，我已经开始饿了。不行！大家别忘了，咱们来这是干嘛的？咱们是来录节目的，宗旨是在村子里自力更生，过向往的生活。如果第一天就去蹭吃蹭喝，那成什么样子了？苏小，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我们还是得赶紧去节目组给我们准备的房子里，自己劈柴生火，准备食材，做今晚的饭了。这样吗？那好吧，那只能说下次。那个各位打断一下，就在刚刚，我收到了导演发来的一条消息。导演说，今天是咱们来到大岭屯的第一天，大家一路奔波也累了。既然苏小热情邀请，那咱们也不用太死板的去遵守规则。今晚咱们还是可以吃杀猪菜的。哇，那肯定是要吃的喽。苏哥，你会同意的吧？瞅你这话说的，我刚才不就在招呼你们吗？导演万岁，苏哥万岁！有肉吃！不过大家先别高兴得太早，饭是晚上吃。现在咱们还是得先去新家，把行李收拾下，熟悉熟悉环境。完全没问题，干活都有动力了。那我们先过去了，晚点再过来。苏哥再见！哎，再见！再见！何老师，导演刚才真的发消息这么说了，这也太随便了吧？说好的残酷生存挑战呢？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导演平时最喜欢折腾我们了，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？因为咱们直播间的人数炸了！自从苏小出现，咱们节目的在线观看人数直接翻了1倍。刚刚他徒手按猪，手起刀落那会儿，数据更是直接破了历史峰值，简直是太恐怖了！什么翻倍？破峰值？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才是这节目的流量担当，现在风头全被这个小鲜肉给抢光了。何老师，不是我说，杀猪是一回事儿，做饭可是另一回事儿。那小子粗手大脚的，做出来的饭能好吃吗？别到时候吃出肠胃炎来，影响咱们明天的录制。那你的意思是？不行，晚上我要跟着他一起进厨房，就算他做烂了，至少我能给大家露两手，做几道能吃的菜，免得大家饿肚子。你看看你这样，哪还像个明星啊？跟人家节目组来的那些差老远了。人家那身上干干净净的。妈，我早就不当明星了，整那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干啥？成，不当就不当了。原先当明星就瞅你天天局促费劲的，成天被大伙盯着上电视，活像那拴着的大马猴。城里弯弯绕绕太多，儿子也算是想开了。这人活着，踏踏实实做自个儿才最舒坦。那是，咱踏踏实实的。不过啊，咱当自己可不能给其他明星们捣乱。妈看那几个明星也不错，而且人家节目组给了村里钱，咱家也领到不少，可不能给人使绊子。哎妈，你这啥话呀？我是那种人吗？你哪不是了？整个大岭屯，谁不知道你打小最淘，一天天招猫逗狗，欠儿蹬的。哎呦，我的老妈妈呀，您就放宽心吧，我踏踏实的，指定不给咱大岭屯丢脸。今晚这顿杀猪菜，那是绝对让他们吃的哈喇子淌一地。导演，这数据太恐怖了，苏小全都是苏小的名字，这热度已经把其他猪卡全压下去了。导演，要不咱们干脆把苏小收编了，直接签成固定嘉宾吧。先等等，再看看。你们别忘了，之前苏小身上的黑料闹得有多大，有多爆。咱们要是现在就收编他，网上的舆论肯定会直接炸锅。确实，那风险挺高。再看看苏小晚上的表现，如果他今晚跟其他明星互动还能热度拉满，而且没有违规操作，那咱们就收编。这么高的热度，担点风险也值得。苏小啊，我们可是带着拿手菜来给你捧场了。哇，好香啊！哎呀，别拽我呀！好嘞，大伙儿再等会儿哈，我这嘎达麻溜就完事儿了。
这五花肉搁锅里扒拉2下子，老香了，里边也有白肉，怕你们吃不惯，再整点五花。我的天，这刀工这颠勺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没看出来苏哥原来是食神啊！哇塞，苏哥，我超崇拜你的耶！和这屏幕我都闻到味儿了，好想吃啊！妈妈爱你，苏小。好嘞，再等5分钟，麻溜开灶。来吧，老铁们，开灶！太好吃了！就这菜，我最少得吃3碗米饭。我跟你说，这菜我太好了。来来来，用这个吃才爽的啦！甜甜，来，先给你1汤匙哦。好。慢点吃，慢点吃，不够还有，今天就是可劲儿造。我操，这也太好吃了！这酸爽，这肉香，简直直击灵魂。还不错，还可以。来，也别光吃肉啊，把咱们的菜打开，配着点。哟，豆饺子啊，这玩意儿没啥吃头吧？哎，科学的膳食搭配嘛，我这绝对好吃的，尝尝。哈哈，各有各的好。来，大家都把带来的菜都打开，配着点，一起尝尝。这个西红柿炒蛋是我做的，大家尝尝。酸甜正对口，不赖。这个青菜是我炒的，献丑了。哎呦喂，老地道了，火候拿捏的死死的。谢谢，不过和你的比，还是差太多了。来吧，大家品尝一下我的独家炒豆角，解密。那我先来尝尝。哎，不错，挺有嚼劲儿的。原汁原味儿，对，挺特别的。呸！我的个妈呀，这啥破玩意儿啊！苏小啊，这个可能就是口味问题，李老师喜欢吃脆一点的。啥破口味啊，何老师，这他妈豆饺子根本没熟。什么？哎，何老师冲啥了？跑这么快哦？估计是去吐了吧？不行啊，我也要去。那个，我也去吐了。炒豆角，你给我炒熟了！我喊大家，苏小笑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这豆角不是吃的，是拿来观赏的呢。天哪，总算回来了！我感觉我的胃里好像有个发动机。我已经上了3次厕所了啦。我胃不好，是真的不敢吃啊。李老师呢？说有点事儿出去，但我估计他是闹肚子了。您怎么知道他闹肚子了？拿了半提卫生纸出去，还能是办什么事儿？他这是把我们坑了，也把自己坑了呀。王哥，你手上一直拿着的盒子是什么？这是伸腿瞪眼丸，效果不一般，吃了腰不酸，腿也不再瘫，肠胃通流畅，身体一身安，不打针来不吃汤，一颗下肚保安康，腿脚灵活走四方，胃口大开，身体棒啊，身体棒！不说李老师了，说起来，这次苏小做的饭是真好，那手艺，谁再敢说苏小是什么都不会的小鲜肉，我第一个跟他急。我也要改变一下看法了啦。对了。你们有没有看网上啊？苏小在网上的舆论风向好像变了哎。
叫小鲜肉，这他妈是战神转世吧？谁在说苏小娘炮？我把那盆生豆角塞他嘴里。一人血书求苏小开个直播教杀猪，太解压了。王姐，不好了，上热搜了，爆了！慌什么？被骂上热搜不是常有的事儿吗？黑红也是红。王姐，您自己看吧，大家都在夸他，夸他。这届网友眼瞎了，这是苏小，他杀猪，他居然在镜头面前杀猪，还做菜。不光杀猪，他还把李珊老师给整了。现在全网都说苏小现在的人设很讨喜，全成了他的迷弟迷妹。完了，这要是让李总知道，小王，这就是你带出来的人。他在节目里抢尽风头，让他风头转变，你这是在打我的脸，打公司的脸吗？李总您息怒，我也没想到这小子藏得这么深。哼，藏得深？杀猪是什么很牛的技能吗？您的意思是，杀个猪火起来了，这像话吗？明白了，李总。明天，最迟明天，我要看到热搜，内容抨击靠杀猪这种低质量无大限行为爆火的事件，以及科普杀猪不难，给相关视频投流。是。还有，苏小之前的黑料，被批评是娘炮那些，全部给我挖出来扔出去。可真是邪门了，早先被逼得装模作样蹭热度，天天挨人说道，如今干脆撂挑子回屯子自在过日子，反倒莫名其妙火出圈了。唉，不想那些没用的了，火不火的随他去呗，我都回屯踏踏实实过日子了，再热闹也跟咱没啥关系，睡喽。哎呦我去，这啥地界儿？这是？莫不是我做梦闯人剧组来了？我这命可真是纯劳碌命，睡个觉心里头还老惦记着干活。恭喜宿主成功绑定，从今天开始当明星系统。检测到当前宿主已收获人气值80万，请宿主继续努力，成为闪耀全球的大明星哦。啥玩意儿？还让我当明星？搁梦里折腾我呢？是的呢，宿主。你整差批了吧？哥早退圈了，压根儿不是啥明星了。而且啊，哥都发过毒誓，再不踏娱乐圈一步了。你这小蛾子还敢蹦出来撺掇我复出？你这不是重新膈应我呢吗？在梦里头还能让你给我欺负了？来，你过来，让哥削你一顿出气。宿主，您误会了，您之前当的那个根本不算真正的明星，因为那不是真实的您呀。宿主现在要当的明星，是以真实的自己所成为的明星。真实的自己？没错，宿主根本不需要再进行任何劳累的伪装，不需要人设，真实的你便已经是大明星。那也不好使，当明星有啥意思啊？哦，是当明星没意思，还是宿主您怕了？我擦，我会怕？嘿，你个小崽子，架我是不？爷们儿还真就吃这一套。不过娱乐圈乌烟瘴气的，你能给我摆平不？你要是能摆平，那我接着当这个明星去。No， 只要宿主持续获得人气值达到一定数额之后，就可以来到本空间内抽奖。本系统能为宿主抽到各种全天下最厉害的技能。抽奖？那我现在这80万啥人气值能抽一把不？当然可以。行吧，那就整一发碰碰运气，瞅瞅你能捣鼓出啥新鲜玩意儿。恭喜宿主获得技能超级跑山技术，宿主第一次抽奖成功，赠送新手大礼包，综合素质提升，包含颜值和体质。哎，我这也是魔怔了，做个梦还想着咸鱼翻身呢，拉倒吧，管他真假呢，梦里头爽一把也不亏。好啦，宿主也该回去了。哎，不对劲儿啊！我伸个懒腰咋直接就站起来了？
这身板这模样咋瞅着都变样了，还变贼好了。我靠，难不成这玩意儿是真的？我的妈呀，这脸蛋儿，这一身腱子肉，绝了！这真不是装的呀！小虎逼臊子，大早上嚎什么嚎？麻溜吃了饭自己玩去，别在家碍眼。得嘞，这就走哈，有事就上村口招呼我一声。这身子骨这模样都是实打实的，那跑山收山货的本事指定也差不了。孟老爷子那是咱村老牌跑山的，家里头全是称手的家伙事儿。等吃完饭我就上他家唠嗑去。孟大爷，搁这晒太阳呢。哟，小回来了，不在城里当那大明星，咋跑回咱屯子了？可甭提了，大爷，搁家待着那叫一个舒坦。那啥，跟您老商量个事儿呗。借钱啊？多少？哎，瞅您说的，我能跟您借钱吗？我是想借您那家伙玩意儿用用，进山溜达一圈。不行，那玩意儿又是弓又是刀的，是闹着玩的吗？给你划着碰着咋整？不借。大爷，瞧您这话说的，我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，在城里也去过那个靶场，学过练过，绝对伤不着自个儿，更伤不着旁人。你还信不过我呀？城里那是死靶子，跟山里能一样吗？哎呀，大爷，您就借我玩半天吧，天黑之前我指定给您送回来，一根毛都不带少的。别搁这跟我磨磨唧唧的，你要是馋了饿了，家里那瓜果鹿肉吃的喝的你随便造，但这家伙门儿都没有。大爷，咋了？哼。大爷，刚才我过来的时候，村西头刘大爷让我给您带个话，说他们3缺1，正等您打牌呢。您赶紧去吧，我搁这儿给您看家。少跟我来这套，老爷子我还没老糊涂到让黄鼠狼看鸡崽呢。去，我要锁门了。用不着这样吧？别介呀，咱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您这大白天的就上大锁，防谁呢？这是防你。臭小子，还不该干嘛干嘛去，搁我家门口杵着干啥踩点呢？知道了，走着呢。嘿，这点小活还想拦住我？得嘞，进山。观众朋友们，插播一条保命声明：本剧是平行世界，合法合规的跑山赶山活动是允许的，但需要遵守相关规定，各按照要求进行。此次跑山纯属剧情需要，切勿模仿，如有雷同，不胜如幸。妥了，免责的课都唠完了啊，接下来就愁哥怎么带飞全场就完事儿了。走你！哎呀，老爷子，我来帮您搭把手。老苏家的小子回来了，啥时候回的呀？昨儿个就到家了。嗨呀，你瞅瞅我这记性，谢谢小啊，待会儿搁大爷家吃饭去。不了，大爷，我还得进趟山办点事儿。改天我拎2瓶好酒上您这儿蹭饭来啊。拿着，这柿饼甜着呢，路上吃。嚯，真甜！爱吃就常来拿。去吧，路上慢点啊。嘿，干嘛呢？在这练投地雷呢。苏哥，你干嘛？吓死我了！谁让你撅得像个大火鸟似的？怎么着，大明星不在村里躺着享福，跑这深山老林里跑土来了？我也不想啊，节目组不做人，说我们的食材必须我们自己进山采集，我都转悠快1个小时了，就找到几个榛子，一点野蘑菇，看来中午得干吃白米饭了。你就采这些玩意儿，兔子吃了都得摇头。没办法，大冬天的连个野菜都没有，要不
今天你再来个杀猪菜。你要再跟我一个词儿一个词儿往外蹦，我就啥也不带你吃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苏哥吩咐我照做，我都听苏哥的。好，进山。进山？不是说杀猪菜吗？猪养在山里吗？溜达猪？那还能天天吃杀猪菜呀？屯子里也没那些猪天天杀呀。那苏哥，你的意思是？我带你去跑山。跑山？嘘，你再咋咋呼呼的，就把老王子叫来。苏哥，你真的行吗？跑山是什么？老杨子又是什么？跑山呐，就是进山里寻摸好吃的呗。咱东北这大山里头，宝贝玩意儿老多了，还有那老王子，哎，不对，是老愣。好有趣，好刺激啊！不过苏哥，你真的行吗？啥话呢？咱东北老爷们哪能说不行？这么大雪，你又不熟，能找到吗？你就瞅好吧，跟我走。嘘。哇，是马鹿，好大一只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我靠，真遇到野味了！这马鹿太帅了，好大啊，兄弟们！苏小不会玩真的吧？苏小是节目组给他们开的挂吗？可爱吧，瞅着腿肉，烤着指定冒油。啊，烤？苏哥，这是什么？弓箭呗，没瞅见过啊！我操！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，他居然掏出了一把弓啊！不是他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明星，他能射得了吗？估计拉都拉不开吧。这是真家伙！苏哥，你进山带这个？苏哥，你还真要用弓啊？我还以为你用陷阱呢，这还是老式弓，万一伤着自己怎么办？别闹了，快放下！你放心得了，捂住耳朵。嘘，别吱声了，准备开灶喽。这就死了？他怎么连挣扎都没挣扎一下？这玩意儿就讲究个一击毙命，他少遭罪，咱也少遭罪。摄像大鸡啊，不，摄像大哥，你拍下来了吗？我刚才没敢看，苏哥刚才怎么打的呀？苏老师刚才一击毙命，没有任何拖泥带水，这准度，这核心力量，哪怕是专业运动员也不过如此吧。这弓拉得好啊，还是老式弓箭，这恐怖的力量，这他妈是选秀出道的偶像？告诉我谁家选秀玩这个呀？绝了！这届选秀真的是卧龙凤雏啊！这小子瞒报资料啊！他出道时候不是说就会唱跳 rap 篮球吗？导演，直播间在线人数爆了，服务器都快撑不住了，满屏全是在刷苏小牛逼的，咱们是不是彻底看错他了？废话，捡到宝了！赶紧通知前线的摄像，机位死给我导住苏小，1秒钟的镜头都不许漏掉。苏哥，你太帅了，你简直是行走的荷尔蒙啊！系统诚不欺我，这技能好使。以后我就是你的死忠粉，谁再说你是个只靠脸的小鲜肉，我第一个上去撕烂他的嘴。机操物六，走吧，猎物让节目组拖回去吧。这林子物产丰富，咱们再往深处走走，搞点配菜回来炖肉吃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苏哥，这声音听着好像是王小小。别过来！求求你别过来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！别猛跑，容易被追。万一他动了，往我这儿靠，我支架是纯钢的，能挡一阵儿。节目组那边我已经通报了，他们马上就会过来救援。别过来！
别过来！求求你别过来！快！道具场务，安全！上山！附近拿毛小队向王小小那边靠拢。屯子里的跑山客呢，叫他们一块上山打牌。什么时候了打牌？叫他们上！特殊任务津贴翻3倍！快！天杀的，这猴崽子真把我家伙事摸走了！老孟，走了。老张和老王就在山上，离得近，正往那边赶呢。咱们也得去看看。好。老孟，你弓呢？木头崩了，来不及修，快走吧。畜生，给我死！什么情况了？都没事吧？都没事。苏老师带着弓箭把野猪解决了。苏家的小子啊，不错，挺闯荡，看来以后能教你了。哎，老孟，他这弓不是虎崽子，淘换弓还淘换和我一样的，怎么以后我教你啊？那当然好，谢了啊，老头。2斤地瓜烧，这事儿我不给你兜着，影响你风评啊！2斤地瓜烧就给我打发了。在屯子里，我的风评那还有下降的余地吗？说实话啊，1瓶5兰液不能再多了。说实话啊，苏家小子我挺喜欢，过2天抽时间带着弓去我那儿，我教教你。得嘞，老爷子，改天我就上门拜访。没事了，都安全了。苏小哥，谢谢你，今天要是没有你，我肯定没命了。苏哥，你刚才射箭的样子太神了，连手都没抖一下。随手的事儿，山里危险，以后别乱跑了。好家伙，这畜生起码得有300来斤。虎崽子，你够可以的啊，一击毙命啊！老孟，那边还躺着一头马鹿呢，今天这收获可是这几年头一回啊！来几个痛快人，砍2根粗树杈子，把这野猪和马鹿都给绑上，咱们下山。好嘞！都去这么久了，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？就放在这儿吧。这是什么情况？真打到大祸了！王小小也好好的，节目组怕我们添乱，都没让我们上山。厉害啊！苏老师，你们都没事吧？刚才导播室看监控，我的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。导演，你没在现场，根本不知道有多险。那头野猪离我不到5公分，苏小哥直接一击克敌，救了我一命。牛啊，兄弟！真没看出来，你还有这份胆量和技术。这野猪我看着都害怕。不是我说，这种事儿还是得量力而行。苏小，你没什么基础，万一射偏了伤到人怎么办？以后可得注意了。李老师，你管这叫没基础？多谢李老师惦记，我这也是赶巧了，不得已才露了2手。苏小，我以前说话太大声了，这句话没说清楚了。爆了！咱们这节目因为苏小彻底爆了！快给苏小切近景特写，所有机位全跟上！导演，热搜前10我们占了6个，苏小勇斗野猪、跑山大佬神射手全爆了。这苏小平时看着文文弱弱的，没想到是个真大佬啊！刚才那功法简直神了。捡到宝了，咱们这次是真的捡到宝了。通知所有跟拍摄像，从现在起把主镜头死死盯在苏小身上，他就是咱们这档节目最大的爆点，懂了吗？你们是没看见，那野猪就这么大，獠牙这么长，呼啦一下就朝我撞过来了。天哪，那你不吓坏了？我看到那头马鹿都害怕呢。那是，我当时腿都软了，坐地上不知道该干嘛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以为自己今天交代在山上了。旁边摄像大哥拼命让我冷静点，但我就是冷静不下来。不过也感谢摄像大哥，那大哥拖着我往后退了不少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我们是真的没办法了。那野猪死盯着我们，往后退又退不了多远，还不敢站起来跑，怕野猪直接追。往前上吧，手里连个趁手的东西都没有，只有摄像大哥的摄像机支架。我们当时都打算拼了，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苏小哥直接冲了过来，他连眼都没眨一下，直接一剑就把那头大野猪给挑翻了，太有安全感了。从今天起，苏小就是我亲大哥。幸亏有苏小在，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！大哥，举手之劳，大家没事就好。我回来洗过手了，去味儿，去味儿，去什么味儿？我看你回来就一直坐着，还以为你被吓得尿裤子了呢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啊，我这是被吓得腿软了，站不住啊，我真没尿裤子。赶紧处理一下这野猪吧，今晚加餐。这烤野猪肉啊，大有学问，火不能太大，得先用小火慢煨，把里面的血水烤干，然后这调料啊，得均匀的抹3遍。你们切的这肉块太大了，这样根本烤不熟。这野猪肉糙得很，切碎了烤反倒发柴，就得大块烤才能锁住汁儿。这样也行吗？也行吗？把那妈字儿给我去了。就这玩意儿，我打小就这么吃，吃了10老年了。哇，好香啊！这味道绝了，嘿嘿，这就叫原汁原味儿。大哥，你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？是啊，苏哥，网上的爆料把你写得那么不堪，说你就是个娇生惯养的花瓶。这段时间你的表现简直像换了个人一样。早先大伙愁着的那个苏小啊，全是经纪公司照着市场喜好批量包装出来的假人。啥时候该笑，咋张嘴说话，就连挨人埋汰受委屈，那都是人家提前写好剧本排练800遍的，全都是包装的。那你心里得多憋屈啊！那可不就干脆撂挑子退圈了呗？可是你现在这么厉害，退圈多可惜啊！你不后悔吗？有啥可后悔的？扒掉那层虚头巴脑的包装，再也不用看人脸色过日子，也用不着迁就别人的喜好。就现在这样，大口啃肉，活得随心所欲。要我说啊，这日子才叫得劲儿。是啊，有时候做自己才是最舒服的状态。那可不咋的，当初当个流量明星，愁着外边风光亮丽，实则一点没意思，天天稀里糊涂瞎忙活。要说赚着钱了吧，也就那么回事儿，反倒不如待在村里，没钱也过得舒心畅快。导演，爆了，彻底爆了！咱们的节目热度直接断层第1，霸榜热搜榜首了！这小子简直是个奇迹，不按套路出牌，反而打出了王炸。那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他现在可是个素人身份，万一录完这期跑了，或者被别的台挖走，马上通知法务，一份最高级常驻嘉宾合同，给圈内顶流级别的最高待遇。顶流待遇？那附加条件和违约金怎么定？没有任何附加条款，不需要他立人设，不需要他配合剧本，只要他肯留在咱们节目里，想怎么疯就怎么疯。快去打印，我亲自去找他。是。苏小啊，打扰一下。咋了，导演？要收伙食费是不？丑话我可撂这儿了啊！要钱没有，要命那也指定给不了。不，给你送钱来了，这是咱们节目组连夜拟定的常驻嘉宾签约合同，你看一眼。苏小，我给你的是圈内最高级别的待遇，而且我向你保证，没有任何附加条款，不干涉你的任何决定，只要你安心留在节目里做你自己就行。这条件不错啊，录制地点离家也近，不用装孙子，不用背剧本，每天干干农活，吃吃肉，还能拿底薪，这买卖挺值当啊。不对劲儿，我得细细琢磨琢磨。待遇这么优厚，轻轻松松就落我身上，难不成导演脑子被驴踢了吗？这导演看着确实不太聪明，合同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干！苏小，怎么样？比！恭喜！合作愉快，太愉快了！那我得给苏小腾个位置住下啊。不用，我搁家待着就行，我家离这儿贼近。靠，你这小子，帮我问问阿姨，家里还能放下我不？
既然各位常驻嘉宾已经全员集结完毕，那么现在我同步一下本节目完整的生存规则。第一，从现在起，所有人交出手机，统一没收保管。苏哥住在自己家，这个没法保证吧？那就上节目交手机，回家的话给他。OK， 我没意见。苏哥，我也好想住你家哦。那么，我新加一条第1条的补充条款，除了苏小之外，任何人不得住在他家。导演不能这么玩啊，没天理呀！第二，禁止私自带任何家里的食物和物资，所有的行李箱等会儿全部要接受检查。那么我说第3条规则，在这座村子里，所有的生活用品、食材，甚至是一包盐，都必须用节目币向节目组兑换。咋整能攒下这节目币啊？人气，每3天结算一次直播间的人气值，人气排名前3的嘉宾分别获得500、300、200节目币。至于排名靠后的，那就只能靠打零工或者蹭饭了。有点意思啊，合着这还是个生存游戏呢。苏小，顶流待遇是给你的，但饭还得靠你自己挣。当然，如果你打算从早上饿到晚上收工的话，我也没意见。只要你妈不会拿刀砍我就行。那指定不能，我妈一般不削人。那行，那咱们今天的录制差不多就到这儿了，大家好好休息，明天的活儿还多着呢。导演，你等会儿，还有老多活呢。我原先寻思，这不就跟村里大爷大妈遛弯似的吗？大伙儿一起溜达溜达，唠唠嗑，瞅瞅田园风光就拉倒了。合着这是真要靠本事混饭吃啊！苏哥，你以为你是来度假的呀？导演这是把你当长工了。你以为我为什么会在山上找吃的呢？如果表现不好，天天摆烂的话，米饭也是不给的。啊！苏哥的田园梦破碎了。苏哥，我们现在是在录生存类节目啦，回自己老家村子过日子，还得挣分换盐吃，这上哪说理去？太黑了吧！这要是混不明白，我不得在自己村里饿死啊！大家稍安勿躁，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原汁原味的真实感。乡村综艺嘛，不干活怎么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辛苦呢？导演，你这是把人骗进来杀呀！苏小，现在后悔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导演，那如果真的一点人气都没有，我们要去哪里打零工呀？这个嘛，村里机会多的是，拔草、喂猪、挑大粪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太苛刻了，我可不想去喂猪。好了，规则大家已经清楚了。接下来我宣布一下咱们每天的活动安排机制。为了锻炼大家的组织能力，按照惯例，每天将由1位嘉宾轮流担任队长，负责牵头组织当天的所有活动。苏小的话，因为刚进来，暂时排到最后吧。期待吧，朋友们，等到了，我带你们喝大酒，吃大肉。好了，经过节目组抽签决定，明天的负责人是北北。北北，新官上任3把火，你打算带我们干点啥大事业？对呀，先给我们透个底，好让我们提前做心理准备。不急，不急，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快说。我仔细思考了一下，为了保持节目的悬念和神秘感，我决定明天早上再说。什么？你这也太鸡贼了吧！连个准备的时间都不给我们。北北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跟节目组学坏了。这可不怪我，我都是跟苏哥学的，出其不意才能有节目效果嘛。哎，饭可以乱吃，锅不能乱甩啊！不是我不知道，我没有，别扯我。好了，今天的录制就到这里，大家赶紧回屋休息，养精蓄锐，迎接明天的挑战。收工。妈，我回来了。今天怎么样？没惹祸吧？没惹祸。妈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正式签进他们那个节目组了。签了？小儿啊，你不是说退圈了吗？怎么又回去了？妈是怕你像以前那样在那个圈子里受委屈，过得不开心。妈，你放心吧，这次不一样，这次是在咱们自己的地盘上，而且我也想通了，这次我就做我自己，不装什么小鲜肉，也不走他们给我定好的那些娘炮路线，我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爱咋咋地。你这么说，我反而更担心了。啊？
我都说做自己了，不用受委屈，你还担心啥？我担心霍霍人家，人家可是来录节目的，你别把人家带偏了，到时候人家粉丝顺着网线来咱家骂街，3、5个我还行，人多了妈是真骂不过呀。妈，你到底是谁的亲妈呀？有你这么损你儿子的吗？我可是咱们村的希望。行了行了，少贫嘴，只要你开心，妈就支持你。赶紧洗洗睡去，明天不是还要录节目吗？得嘞，母后大人晚安。明天看你儿子怎么在村里大显身手。大家早上好。经过昨晚的深思熟虑，我决定了今天的活动安排。白天我们去村头的大河冰钓，体验一下北方的冬日乐趣。晚上呢，就举办一场小型乡村歌会，放松心情，顺便邀请村民们一起乐呵乐呵。大家觉得怎么样？这个安排好，劳逸结合，还能拉近和村民的关系，我赞同。太棒了！我还没在冰上钓过鱼呢。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出发吧！我都等不及要大显身手了。钓鱼啊，行，刚好晚上能加个菜。放心，节目组赞助了最顶级的钓鱼装备，鱼竿、鱼护、抄网应有尽有。今天就让我来教大家什么叫真正的技术。李山哥，这线怎么缠在一起了？别急，慢慢来。钓鱼最讲究的就是心平气和。苏小在干嘛？他在玩水吗？第一条搞定。我靠，路子这么野的吗？这他妈也可以啊！苏哥，你这也太神了吧！怎么做到的？教教我呗。没啥技巧，全靠手感。我们凿冰窟窿，这一块水下的氧气就多了，鱼就往这儿跑。你慢慢伸手下去，摸到直接抓就行了。你想试试？想。你在乎偶像包袱吗？不在乎。为了抓鱼，拼了！行，带上。你趴在边上，往下探身子。小小，过来帮忙，拉住他的脚。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好凉！哎，好像摸到了，滑溜溜的，抓紧往上提。哎呦，我还就不信了啊！苏哥，抓紧啊！我要再往前窜。啊！哎呦！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！这也太好玩了！小小，你别拉腿啊，咱俩也试试。雪柔、甜甜，来帮我们抓腿！稳住，一定要稳住！有了，终于有了！哎哎，怎么冻住了？我的鱼！老六，你给我站住！你这倒霉玩意儿，快把嘴里的东西放下，快还给人家！不好意思啊，大兄弟，我这狗就是嘴馋。你看这鱼也还算干净，我洗洗还给你，或者多少钱我给你钱。没事，大爷，这鱼就送给老六加餐吧。哟，刘大爷遛狗呢，说啥洗不洗欠不钱的，老六吃条鱼嘛，带走吃就完了，还要不我那还有。哎呦，小啊，原来是你们在这录节目呢。他就是馋，就想尝尝味儿，一条鱼他都吃不了。行，你们先忙，我带着倒霉玩意儿回去了。有啥需要的家里拿哈。老六，走，老爷子慢点啊。好嘞。一山，没事吧？别灰心。山哥，看开点，没事。钓鱼人的精神就是不屈不挠，只要有耐心，面包会有的，鱼也会有的。实在不行，我这桶分你2条。不用，我还能钓。你们继续你们的，我这钓大鱼呢，别惊着鱼。行，加油。这老六就喜欢凑热闹，我带走他。大爷，要不就让他在这儿吧，他在这儿还能证明我曾经钓到过鱼。也行，放心，大爷，我一会儿也就回去了，您可以先回去，到时候我把老六给您送家去。这狗还挺亲人，挺听话。没事没事，你钓完直接走就行，它自己会回家，会回家的，会的。润哥是狗太正啊！6月是我的狗。歌迷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我的演唱会。在没路灯的大街，我走在下雪的哈尔滨，当风霜撕碎年轻的脸庞，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。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
下一个该谁了？雪柔，来一首。何老师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我平时唱歌老跑调，别破坏了气氛。没事儿，跑调算我的，就唱你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过的那个，一起唱。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苏晓，今天就属你钓的鱼最多，这压轴的曲目必须得交给你了。别，我真不会唱歌，我是真没这天赋。别人唱歌要钱，我唱歌要命。我那不叫唱歌，就干嚎。这大晚上的，大家吃着烤鱼这么开心，我怕我一嗓子把大家都送走。苏哥，别谦虚了，赶紧来一个。就是啊，小哥，咱们今天都没有偶像包袱，嚎也得嚎一个。苏晓，你看观众们热情多高。没事儿，既然你说只会嚎，那你就给大家嚎一段，多大点事儿。行吧，既然何老师和大家都这么说了，盛情难却，那么接下来请欣赏非著名野兽派歌唱家苏晓为大家亲情嚎叫。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，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过。我操！谁那么亲情嚎叫？苏晓牛逼，这节目效果拉满了。张韶涵听了直呼内行。苏晓牛逼。哪里会有风，就飞多远吧。那什么？腰瘦，不行了，我真的笑到肚子痛到直不起腰了。苏晓，你这哪是隐形的翅膀啊？你这明明是带涡轮增压的钢铁之翼了。我刚才眼前都出现大草原了，你一唱，我感觉鱼都要从盘子里飞起来伴舞。都低调啊！咱这野兽派唱法讲究的就是个气势，调啥的根本不往心里去。苏哥，别这么说，你哪有调啊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苏晓这歌唱的没有技巧，全是感情。不行，再来一段，不唱不许吃烤鱼。再来一个。可拉倒吧！再往下唱，今晚屯子里所有的狗都得堵我家门口咬我。笑到捶床，苏晓长在我笑点上了。这翅膀太硬核了。今晚快乐天花板。各位嘉宾，3天的东北体验生活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我们要公布这3天的直播人气结算结果了。我这2天又是冰钓又是办歌会的，前3名总要有我一个吧？拜托啦！获得本次人气榜第1名的是苏晓，而且是绝对断层的数据碾压，恭喜苏晓轻松斩获500节目币的巨额奖励。嗨，多大点玩意儿啊，这对我来说还叫事儿？不是吧，我花超多心思准备超久的节目，结果居然被你几段腾格尔版的隐形4榜直接碾压掉哦！大伙儿承让了啊，都别跟我客气。苏哥牛啊，500节目币，咱们接下来几天吃香的喝辣的全靠你了。苏晓现在可是咱们节目的流量密码了，实力和人气都没得说。哥，明天你吃肉，能给我留口汤不？你就把心搁肚子里，今晚这500币我指定不瞎造，全花到刀刃上，保管大伙儿都能感受到我热乎乎的好意。导演，我要消费，尽管给我安排。
鸡鸭鱼肉米面油、床单枕料糍丝被、龙虾海鲜小烧烤手饼碟片留声机，我这什么都有。要什么？糖的啥都不用，给我整军大衣，就那种地道厚实、油绿油绿的老式军大衣。照着在场大伙的身形尺码，一人安排一件。你确定？这军大衣差不多把你这500币全掏空了。你不买点好吃的？吃啥吃啊？能捂暖和才是顶重要的。咱既然扎根东北这儿，就得随这边的规矩，把咱东北这股劲头贯彻到底。这大衣才是配得上这块黑土地最顶流的穿搭。明儿一早我就把军大衣挨个分下去，保管给这帮大明星整个天大的惊喜。行，苏小你是懂时尚的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他们明天的表情了。这脑回路绝了啊！苏小你是懂惊喜的，这哪是惊喜啊，纯纯惊吓好吧？这画面感直接拉满。恭喜宿主，经过今天的魔性献唱，你的人气值已经突破300万大关啦！300来万了，老铁，我是不是能抽奖了？没错，你现在拥有2次转盘抽奖机会，是否立刻参与抽奖？抽，赶紧的，让咱也体验一把啥叫欧皇的快乐！哇，宿主，你今天运气爆棚哎，抽到了2个超稀有的重磅奖励！这一个能看透别人小秘密的能耐，另一个是殿堂级2胡精通。哎呦我去，这看透秘密的活儿简直是吃瓜神器啊！不过这2胡该不会是让咱把东北这旮瘩风格彻底发扬光大吧？哎呀妈呀，这俩技能配一块儿，那不得起飞喽！哈哈哈哈，好，忒好了，有了这绿色军大衣，再配上我这2胡，得劲儿，太得劲儿了！咱得试试这新得的能耐好使不？来，让俺瞧瞧这帮大明星都有啥不为人知的体系。小哥在笑什么啦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不行了！苏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清早的中邪了？小哥，你不要这样笑了，笑到我心里毛毛的捏。苏哥，你一个人在这傻乐什么呢？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吃好吃的了？没啥没啥，我这是突然想到了一件大喜事儿。喜事？说出来让大家听听。昨儿个我不是赢了500个币吗？我给大伙儿准备了一份超级大惊喜。导演，上道具。各位老师，这就是苏小昨天用所有资金为大家精心挑选的东北御寒绝佳装备。难道是高定羽绒服呢？或者是雪地靴？天哪！这是什么？当当当当！最正宗的绿皮军大衣，来来来，一人一件，入乡随俗。这旮瘩可是东北最顶级的户外时尚。别说，刚穿上觉得土，这风一吹，真扛冻啊！哎呀妈呀，那必须的，在东北户外，没啥衣服能比得过它了。哎呦，这衣服一穿上，就感觉这姿势最对味儿。何老师，蹲着感觉风都吹不到腿了咩？真的耶，穿上这衣服，感觉身体不受控制就想揣着手蹲下，又暖和又舒服。那个，今天轮到我来组织咱们集体活动了。哦，雪柔今天准备了什么好玩的？那个，我们晚上要不来一场乐器交流会吧？乐器交流会？哎呦我去，我这殿堂级2胡精通技能，可算能显摆显摆了。嘿嘿嘿嘿。哎呀，苏小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啊。
你确定没事吗？他可能是想到了开心的事情啦。对，他老婆可能今天生孩子。哦，恭喜恭喜啊！不对，他哪来的老婆？等一下，雪柔，乐器交流会是好事，但我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咱们灶台的柴火储备不足了，中午要是想做饭，必须得有人去后山砍点柴回来。那就去吧。砍柴用不了多少人，这样吧，咱们抽签，选出2个人去后山砍柴。这种体力活比较辛苦，女生们就可以不用参与了。我们男士来抽，然后其他人就在家准备做饭。没问题的啦，交给我就好了。凭什么女生就不用参与？何老师，您这也太小看我们了，妇女还能顶半边天呢，砍个柴怎么了？甜甜，山上雪厚路滑，砍柴真的很累的。对呀。既然是一个团队，有困难就得一起扛。我建议大家一起参与抽签。可以的。哎呦我去，大小姐今儿个气场2.8米啊，就这身板。OK， 身高就不用说了，坐住。中，不唠了。你进屋搁门口换鞋的时候，可别顺楼梯出溜下去啊。来吧，各位，搁家做饭还是上山劈白子，全看手气啊！我整最后一个，开整。来吧，我这个长，看来我是在家做饭了。哎呦，我也是长的。看来我不用砍柴了。耶，我是长的耶，可以不用去砍柴了啦，好开心哦！唉，完犊子了，天选打工人。雪柔，咱俩算是伐木累了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其他人准备做饭、收拾家里，苏晓和雪柔去后山砍柴，2组分头行动，注意安全。苏晓，我们要不要带个背篓什么的？不然一会儿砍了柴，怎么背下来呀？哎呀妈呀，带那破玩意儿干哈？不用，那么多柴火，难道用手抱回来吗？搁俺们这嘎达，还能让你搂着柴火走道，你搁这嘎达消停眯着，哥去就回。来，隆重给您介绍一下子，咱今儿个的座驾兼运输大队长。哈士奇，还是3条，这真的可以吗？你把心搁肚里，老六那经验老丰富了。来，上车。我准备好了。老六撩，目标后山驾，哎嘿！哈哈，别怕滋，这才是正儿八经的雪地逮虾虎。人猿泰山跑东北来了。柔啊，赶紧的，先搁手里攥攥，掂掂斤量，试试这玩意儿称不称手。好，我来试试。这个木头好像有点硬。看来砍柴是个技术活呢。柔啊，劈柴不是搁那跳美舞呢，不用整那些花里胡哨的花架子。来，仇哥给你露一手。哇靠！现在谁带出市场的小鲜肉，我跟谁急？谁尼玛说俺们家苏小是娘炮？自己来砍砍柴试试。我去，这力量感，请告诉我，苏小是6块腹肌，不8块。天哪！洒水了。这姑娘和我当年差不多啊，要不是哥心大，估计也得吃药了。苏晓，你真厉害，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可能1根柴都带不回去。谢谢。柔啊，你就不觉得累得慌啊？啊，不累啊，刚刚都是你在干活，我怎么会累？我可不是说你身子骨累得慌哈。其实自打录这节目头1天，我就愁得门清，你分分秒秒都端着那股子劲儿。就刚才劈那柴火的时候，还搁那寻思着把腰板挺得溜直，笑都得笑得板正的，半点岔子都不出。我习惯了。整那么完美干啥？反倒没啥意思。
人又不是厂子流水线咣哐压出来的模子，哪能啥都可心十全十美啊？天天这么绷着劲儿装，反倒假了吧唧的，一点不实在。可是，如果我不完美了，大家还会喜欢我吗？那你落实的，你是稀罕以前的我，还是现在这我？或许，现在的你才是完美的。嘿呀，好家伙，我真该揣个手机把你这话录下来给我妈听听，省得她天天搁那念叨我破马张飞没个正形，成天不着调。哼，那你呢？你那实打实的自己搁哪儿呢？得了，歇的差不多了，撤，回家哟。走啊。呵呵。谢谢大家。太好听了！天下哥这吉他水平，简直可以直接开演唱会了。哎，对啊，讲真的，刚刚我吹那首根本就是抛砖引玉啦。天下，你这吉他弹的真的超狂的，有够扯的强哎！哪里，大家都很棒。不过嘛，咱们苏小晚上这文艺局不打算露一手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对啊，苏哥来一个，我也想听。整一个倒是中，不过吉他、钢琴那堆洋玩意儿我玩不明白。我带了个老伙计过来，就怕你们嫌这玩意儿土了吧唧的，上不了台面。什么土不土的，音乐无国界。去拿，我们洗耳恭听。小哥，你拿个二胡，咱们这可是欢乐局，你别一拉二泉映月，把大家都整抑郁了啊！是啊，苏小，二胡这乐器确实挺考验气氛的。你要是没准备别的，唱歌也行，嚎一首也挺爽。谁说二胡就只能哭哭啼啼的？今天给你们整点阳间的。Cheap Thrills， 二胡拉这首，我操，我耳朵没出毛病吧？这他妈是二胡！你告诉我这是二胡！救命！我竟然跟着二胡抖起腿来了！苏小这手速是单身20年练出来的吗？前面说苏小只会砍柴的出来挨打，这他妈是隐藏的国乐大神啊！热搜预定，太帅啦！他不仅不掩饰真实的自己，甚至还能把这份真实展现得如此耀眼。他到底还有多少惊喜是我不知道的？我服了，我是真服了。小哥，你这二胡拉的简直绝了！谁再敢说二胡土，我第一个跟他急。小哥，收下我的膝盖，你就是国乐之光。咋样，哥这活整的够不够完美？完美，而且非常耀眼。大明星，别搁那嘎达发愣了，搭把手帮我收拾收拾这摊子呗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方才瞅你坐那儿，手指头都快把裙子抠烂了，咋的呀？这是跟咱几个在一块儿，连喘气儿都得小心翼翼，拘着身子。哪有？我只是习惯了。咋？习惯了紧张？习惯了不出错。在这个圈子里，有无数双眼睛盯着我。公司规定我必须是温婉的、优雅的，永远无懈可击的。哪怕只是稍微有一点瑕疵，说错一句话，甚至一个表情管理没做好，都会被无限放大，被骂上热搜。苏小，其实我真的很羡慕你。你想拉二胡就拉二胡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可我必须时刻做到最好，我不敢有一点真实的情绪。你知道不？任谁都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待见。你就说那100块钱的票子，还有人嫌它薄呢，咋的？嫌薄就不稀罕了？你这比喻好俗。理儿是糙了点，可话不糙啊。咱说这人呢，
整到最完美了，反要成了最大的毛病。一个从来不出岔子的人，那指定是装出来的，跟机器人似的。大伙儿就待见实打实的活人，这样相处才对味儿。偶尔出点小毛病，打个饱嗝，哪怕随口唠两句实在话，旁人一瞅就觉得，嘿，这才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呢，一点不端着，贼实在。极致的完美就是巨大的瑕疵，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，大家只会在我耳边念叨，你要完美，你不能出错。大家真的喜欢真实吗？那可不咋的，不然真人秀能这么火？你瞅那边放着电影电视剧不拍，导演专门跑来整这个。那如果要展现真实的自己，我是不是得先学点接地气的？比如学学你的东北话。哎呦我去，你这觉悟可以呀！来，苏老师今儿个免费开课，跟我学第一句，干哈呢？干哈呢？可拉倒吧，这也太柔了，听着跟撒娇似的。拿出点气场来，干哈呢？就得有那敢顶嘴，哥就给你一杵子的架势。来，重来。一杵子？那个苏小，我不要你东西。来，咱学吧。我说错了吗？没有，很好。你就是在笑我，那个干哈呢？好，及格了。来个高难度的，波棱盖卡秃噜皮了。波盖卡皮巴拉？波棱盖卡秃噜皮了，就是膝盖摔破了的意思。波路盖卡秃噜皮了。各位嘉宾，因为今天突降暴雪，原定的农活任务取消，今天定为休息日。大家上交的手机现在全部发还。中午节目组请客，准备了丰盛的杀猪菜。太好了，终于有网了，我得赶紧上号。这雪下的超带劲的啦！走啦，我们去打雪仗，堆一个大大的雪人哦。苏哥，你这个东北本地人肯定很会打雪仗吧？走啊，带我们。你们先去玩吧，注意保暖。跑的时候瞅着点脚底下，别卡秃噜皮了啊！我这还有点事儿要去办，需要我们帮忙吗？不用，玩你们的去吧。去晚了，雪人都被他们堆丑了，赶紧的。小苏啊，大家都在放松，你怎么还翻起工具来了？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吗？哟，何老师，这不是雪下的太急了吗？刘大爷那边肯定收拾不过来，我寻思给他收拾去，不然老爷子都出不了门。那我跟你一起去，多个人多份力量，刚好我也当活动筋骨了。这风大雪大的，您这身子骨行吗？别半道上让咱把您背回来啊！哎，怎么还瞧不起人呢？走着。刘大爷，老刘头，老爷子在家没？哎呦，小啊，这大雪天的，你咋跑过来了？我不来，这么大雪你又清不过来，别到时候还得咱几个来跑你。开了门就好了，进屋吧。何老师，别搁那儿搬柴火了，够今儿个烧的了。趁火着起来了，咱给刘大爷把水烧上呗。好嘞，水缸在哪儿？老爷子，这棉被是咱给您带来的，保暖。我这儿挺好的嘛，不冷。你们挣钱不容易，帮咱干活，咱已经老过意不去了。收着，节目组多出来的，你要不拿，他们给老孟头给他家宠物狗做窝了啊！哎呀，这么好的东西给宠物狗，那不糟践东西吗？你说老孟头也是养条狗吧，那么点儿叫啥玩意儿来着？泰迪。对，泰迪。我一直继承你们小时候看的泰罗，那小狗还得每天看着它，伺候它，这都不知道谁是狗了。好，我拿着，不给他。哎，这就对了。老爷子，外屋给你烧着水呢，我看那有粘豆包、小菜什么的，我给你灌上热水，你泡个脚，我再蹭你顿饭，行吧？这你说的，跟大爷客气啥？吃，你们呀都是好孩子。大爷这些年在家几乎都没做过饭，都是你们送的。哎呀，应该的，咱小时候那可都是吃着您给的嚼糖长大的呗。这咱何老师，刘大爷叫我小何就行，都是好孩子。孩子？何老师可不是孩子，您猜他多大？咱猜最多30多吧。错了，何老师快50了都。哎呦喂，这孩子
在镜头前能插科打诨，在镜头后却有一副最柔软、最实在的心肠。大家喜欢他是有道理的。这刘大爷人真是硬朗，心态也好。何老师，您瞅瞅这雪底头的水泥板道，走着得劲儿不？好走不？挺扎实的。咱们进村这路修得真不错。就脚下这道，半拉都是老刘头子把养老棺材本都掏出来给修的，捐出来的。刘大爷真是个好人啊！哎，我从没听你说过他儿女的事儿。他子女都在外地吗？他原先有个儿子，不过早没了。可怜啊！到底是怎么了？哎，这老刘头子命咋这么苦啊？要说这刘大爷啊，那命可真是坎坷，打小就没了爹妈，屯子里东一口西一口喂大的。当年啊，他费老鼻子劲儿才活下来，好不容易攒了俩糟钱儿，可算遇上一个知冷知热的好姑娘。偏巧也是这么个大雪天，俩人就好上了，定了终身大事。没到1年，就添了个大胖小子。可小子刚生下来，就赶上荒年，谁家都吃不饱饭。刘大爷就去当了兵，寻思着给家里捡点负担。枪林弹雨里头闯过来，好赖不带捡条命回来。退伍回了村儿，可媳妇儿找不着了，小子也没了。什么？那年雪下的邪乎，山都封得严严实实的，那孩子才多大点儿啊，哭天抹泪的喊着要爹。他媳妇儿一眼没瞅住，这孩子就颠颠跑出去了。咱这儿的天啊，太冷了，真老冷了，也就1、2个点儿吧。等人瞅着的时候，已经硬了。老一辈的人说，就那么丁点大的小布丁圈在雪堆里，跟个小布娃娃似的，浑身梆梆硬，咋喊都喊不醒了。太可怜了。那他媳妇儿呢？那孩子就埋在后山了。打那以后，他媳妇儿就疯疯癫癫的，天天就嘟囔着要找孩子，咱屯子人轮班看着他。可那时候啥年头啊，谁都得下地干活挣口饭吃，总不能天天盯着他呀。就有一年冬至那黑灯瞎火的晚上，一觉醒来人就没了。唉，造化弄人呐。那后来就没有什么消息吗？屯子里老少爷们全撒出去找了，连个影都没瞅着。咱这东北的冬天还搁这深山老林里，就是那些常年跑山的老拔头，大雪封山的时候都不敢自个儿往外闯。他一个人，指不定早就苦啊苦啊。后来刘大爷回来，媳妇儿没影了，儿子也没了。他上山哭了一宿，接着出去寻摸了媳妇儿3年多，啥也没寻着，钱也花溜干净了。回来以后，当时那村长说给他再张罗个媳妇儿，可刘大爷说啥也不干，就说要等。他说他走的时候跟媳妇儿拉过钩，不管出啥岔子，都得在屯子里等着对方回来。打那以后啊，他就搁咱屯子扎下根了，吃苦受累，帮过东家帮西家。后来大伙信得过他，还选他当了村头，大半辈子啊，心都扑在咱屯子人身上了。上边发给他的养老金，他总攒够一定的数，转脸就捐出去修桥铺路。他说，就当是给自己和媳妇儿积点福报吧。所以，你们村里的后辈现在也都自发的照顾他。那可不咋的，谁家整了好吃的，能少了老头那一口，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。这么多年了，老人就没考虑过再找一个老伴吗？我问过他，村里好多人都问过。他怎么说？他当时就在这嘎达，指着天边那夕阳和晚霞跟我说：“小啊，你瞅那晚霞通红通红的，那不就是我老伴儿穿新衣裳等着我呢吗？那不就是我老伴儿穿新衣裳等着我呢吗？”得了得了，不说这些不痛快的了。这大雪天哭鼻子，眼泪疙瘩立马就冻成冰溜子，多磕碜啊！哎，你
这小子把所有的深情和沉重都扛在心里，留给别人的屯子里老永少爷们儿远是温暖听着，和快乐。我苏大魔王驾到，都给我接招，吃我一记超级大雪球子！哎，苏小过来了啦，全员给我激活他哦！吃我一记无敌雪球！苏小转身跑向人群的那一下，我真的绷不住了，他太温柔了。这种有血有肉有温度的节目，真的治愈了我一整年的不开心。哇！各位老铁，光吃菜那多没劲，瞅瞅我给大伙儿整的好东西。哎呦，咱东北本地硬货百大仓，今儿歇工放假，大家可劲儿造，敞开了喝。好家伙，这可是正宗的粮食酒，闻着就香。今天的菜也太丰盛了吧！节目组也太舍得花钱了。小哥，快把酒倒满，我们的气氛一定要拉满哦！妥了，满上。光喝酒没意思，咱们来点节目助助兴呗。对，唱一个。那我先来小录一首抛砖引玉一下哦，我给大家唱一首啦。你在哪里等我？在舞会的最后。谢谢大家。好，北北牛啊！北北这嗓子绝了，不愧是音乐才子。哎呦，没有啦，北北唱得好，但咱们今天的主场可是东北，苏小是不是得咱们整一个？小哥来一个嘛！来一个！苏小！得嘞，别喊了，整一个就整一个。这几天跟大家伙相处的贼开心，你们不嫌咱这嘎子天冷，也不嫌弃咱东北乡下土。我也算半个东道主，替咱屯里的老少爷们儿欢迎各位远道来的朋友。嘶哈，妈呀，真冲！既然大家伙这么捧场想听，那今儿个我就正正经经给大伙整一首。这首歌是我最稀罕的歌，送给在座的各位，也送给咱东北这地界所有的乡亲。不管是守在家里的，还是在外打拼漂泊的，我心里门清。我这辈子，咱所有人都压根忘不了咱的老家。山居。去年的江水滔滔流了多久？像那游子一去不回头。姑娘含着眼泪孤单站在门口，眼望断了多少个秋。大雪封门在送残身，烟火烧不尽心上的人。霜花满窗，就在此良辰，我俩就定了终身。妈，我到南方了，我一定混出个样来。好，回来就好，过了山海关就到家了。欢迎回家。
是不是刚才喝得太猛，上头了？为何看不懂土东北？太好听了，第一次听歌听哭了。谁说苏小不会唱歌的？这也唱得太好听了。以后谁再说他是小鲜肉，我跟谁急。这首歌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。我想家了，我想家了。听完这首歌，我只想说，他明明是实力派，他根本不像之前在网上被黑的那样。全部都是剧本。这个狗屎传媒公司真的是浪费人才。那什么，我现在突然想查一查苏小前公司的账，看看他们有没有偷税漏税啊。对，就这么干。一起，我们一定要为苏小讨回一个公道。家人们，真的破案了！我们都错怪苏小了。我刚刚收到知情人士发来的实锤证据，苏小之前耍大牌霸眼，全都是他前公司炫宇传媒恶意剪辑，故意抹黑。不仅如此，这家毒瘤公司还逼迫艺人签阴阳合同，涉嫌巨额偷税漏税。证据文件我已经发在主页，大家去看。今晚绝不让这家黑心公司跑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姓李的，你个王八蛋，就找死！把老娘推出来当挡箭牌！不行，偷漏税的账目都是我经过手办的。姓李的现在联系不上，肯定是跑了。我留在这里就是替死鬼，必须马上走。小陈，小陈死哪儿去了？小陈，赶紧给我订一张去国外的机票，越快越好，最快的航班，听见没有？关键时刻，连个废物都指望不上，看我出去怎么收拾你！你耳朵聋了是不是？我叫你订机票，你听不见？平时养条狗还知道摇尾巴，你现在在这给我装什么死人？赶紧滚去干活！王丽女士，我们是经侦大队的，炫宇传媒涉嫌恶意操纵舆论、非法经营以及巨额偷税漏税，我们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传唤，请你配合我们的调查。不是我，这都是姓李的让我干的，我是冤枉的，账本不是我做的，我只是个打工的。有什么话，咱们换个地方说吧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恭喜宿主，您的人气值已经突破500万大关啦！500万，那是不是能整抽奖了？那是当然的，不然我也不会出现嘛。那你麻溜的，我脑瓜子嗡嗡疼，懒得寻思别的。恭喜宿主抽取到满级技能神级唢呐！唢呐，大半夜给我整这玩意儿，行吧，凑合用得了。小儿，赶紧起来，别睡了！妈，我昨晚喝多了，脑瓜子疼，再让我眯10分钟的。还睡啥呀？你刘大爷昨晚走了。啥玩意儿？老刘头这辈子是个实打实的好人，走的时候一点麻烦都没给咱村里人添，家里东西人家自己收拾的板板正正，衣裳穿的立立正正，床头还留了8000块钱，纸条写的明明白白，说是自个儿的丧葬费，绝不白占村里一点便宜。刘大爷，您一路走好。小儿啊，你在外头闯荡打拼呢，穿黑的就行。可是我……老爷子心里透亮，肯定也不想耽误你的事儿。老刘这辈子无儿无女，孤苦了一辈子，咱屯里的小年轻全凭自愿，想送老爷子最后一程的就带孝。
丸子，去给你刘大爷塞兜里。哎，老李，这雪再大，老爷子的后事也不能糊弄。村长，这雪下的都封山了，道贼难走，这大冷天的，人家班子指定不愿意过来呀。你跟他们说，多少钱都好使，就算车上不来，咱全村老爷们儿硬抬也得把白事班子抬进屯子。老刘这辈子太苦了，他怕麻烦咱，可咱不能没良心，必须让老爷子风风光光走。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个人全包了。村长，这事儿我们都听说了，我们不方便进去添乱，但节目组这边音响、灯光设备都是现成的，只要你们用得上，随便用，力所能及的我们全包了。是啊，张村长，有没有什么我们能搭把手的？只要需要您尽管开口，千万别客气。跑腿搬东西我都可以的了。谢谢大家伙啊，谢谢大家伙这份心意。咱这屯子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规矩，老人走了，必须得整正经的传统响器班子，别的啥都不好使。我刚私下打听一圈，咱屯里锣鼓家伙事倒是都齐全，可这大雪把山道全封死了，外头办白事的鼓乐旁们压根进不来。眼下最愁人的就是唢呐，这头一份的响器，屯子里竟是没人会吹，没他领头撑着，这场面可就立不起来喽。我会。啥？苏小还会吹唢呐？小儿，这可不是儿戏，我从没见你吹过这唢呐。婶子，都这时候了，我哪能扯闲话糊弄你？小儿啊，咱这儿有老规矩，只有村里受人敬重的长辈走了，才配吹百鸟朝凤。老刘大哥为人厚道，绝对担得起这曲子。今儿个就全看你了，您就放宽心吧，这事儿交给我没问题。张大娘，能不能也给我们找几套校服？这校服哪能随便往身上穿呢？哎呀，何老师，各位大明星，可别这样，真不行。咱彼此又没啥亲戚往来，办白事哪能随便给外人带孝呢？村长，刘大爷一辈子保家卫国，为了人民孤苦一生，为了这样的老同志带孝，没有什么不好的。何老师，好。村长，小儿咋的了？刘大爷以前总跟我唠嗑，说他这辈子走了不老少地方，就是没上过长城。他做梦都想去那丫子瞅瞅，站那儿看看咱首都北京。我前一阵去北京，替他去了。这个纪念币，就算我带他筹过了，给他揣着吧。行啊，大侄子，老刘头这辈子有福啊！事儿办完了，大家都在收拾东西，何老师他们也回去收拾做饭了。对了，怎么一整天都没看见老六？老人家走了，那狗也是个可怜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把它领养回城里，也算留个念想。不用寻摸了，老六撩了。跑了？怎么会跑了呢？他不是一直跟着刘大爷寸步不离吗？大早上村长上屋里头，瞅着刘大爷没了的当会儿，老六早就没影了。真没想到，连狗都知道主人走了，伤心的离家出走了，太可怜了。刘大爷就一个儿子，还早就没了。可你知不知道，那狗子为啥叫老六？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他排行老六？刘大爷跟他家孩子埋一块儿了，就不知你今儿个在山上瞅着没？除了他俩，身边还紧染溜的有6座小坟高。
6座小粉，难道？哎呀，刘大爷年轻那咋，跟那阵儿的那个闺女一块养过一只狗子。其实那玩意儿也不是啥哈士奇，就咱这旮旯纯种的东北土雪橇犬，就赖长得特像哈士奇了。当年他们俩管那条狗叫老大，后来刘大爷当兵去了，等他复员回来，那闺女早走了，啥玩意儿也没撂下，就剩个老大搁这村里头四处瞎撞过。那咱人连自个儿都吃不饱，更白扯狗子了。老大没得吃了，等刘大爷找着他，那他已经不行的了，身边就剩一个刚下生的小狗崽子，饿得嗷嗷叫唤。刘大爷把老大整回去了，可当天黑那老大就咽了气儿。刘大爷亲手把老大埋在了山上，就今儿个新坟旁边那第2座小坟包。那只小狗崽呢？活下来喽，给他起个名叫老二。那日子过得苦啊，刘大爷把自个儿的口粮省下来，硬是一口一口把老二喂大了。后来老二也老喽，走喽。他临走前最后一窝就下了1只小狗崽儿，那就是老3，然后是老4、老5，直到现在的老6。对呗，这6辈儿狗全了是母狗。刘大爷回回就留那只最像他妈，也最像当年那个老大的狗崽子。刘大爷总觉着这么一弄，老大就一直在那儿了。只要老大还在，那闺女就还在。他这一辈子就这么守在这大山那里，他信着总有一天那闺女能顺着声找回来。你也能瞅着，这会儿咱村里的狗啊，除了那些个小宠物狗子，全是种长得跟哈士奇似的东北土雪橇犬，差不多都是老大的后辈儿。这方圆10里8村的也有不老少老大的崽儿。他等了一辈子，终究还是没等到。唉，可不咋的，他没等着，老6撩了，8成是替他找那闺女去了吧。老爷子一路走好，希望下辈子不需要再等了。苏晓，你今天吹的唢呐真好听，刘大爷要是听见了，一定会高兴的。大家也都在夸你呢。喇叭一吹，这出戏就算唱完了，人也散了。大爷这一辈子可劳苦了，走那咋也得风风光光的。大爷，酒给你满上了。恭喜宿主，你现在的人气值已经突破800万大关啦！都整到800万了，那可不又能整抽奖了咋的？没错，现在就可以进行一次高级抽奖，宿主要试试手气吗？来呗，瞅瞅今天能给我报点啥稀罕物。哇！恭喜宿主抽中特殊技能动物之友。动物之友，听着咋跟幼儿园发的奖状似的？才不是呢！拥有这个技能，宿主就可以和任何动物进行无障碍交流，完全听懂他们的心声哦。这么邪乎，要是早抽着，我就能听明白老6搁那叨叨啥了。也不知道老6这会儿跑哪旮旯去了。大爷这么一走，他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喽。宿主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刘大爷虽然等了一辈子，但他心里一直有那份寄托。也许老6真的是去替他完成那个未完成的承诺了呢。死亡不是终点，遗忘才是。只要你还记得刘大爷的故事，他就一直在。你这话没毛病。大爷那唢呐我给吹了，送行酒也给满上了，人走了也就踏实了。咱留下来的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。这就对啦，新的一天就要开始啦。宿主准备好大展身手了吗？必须的，撤了。你们来的可真早，麻溜的走呗走呗。新整来的技能，不是白瞎了。哎，小家伙，来采访采访你，你瞅我这人咋样？哦，合着在你们眼巴前，我就是个贼拉吓人的直立员，还是对头那会儿的头子呗？你咋能听明白我说话呢？我就是能听明白，咋的不服气啊？现在
麻溜的，赶紧去跟村里所有狗子捎个话，就说一句：你们的皇帝回来了。还不麻溜去？咋的？寻思让我把你炖喽？我可告诉你，今儿个村里但凡有一条狗没听着信儿，头一个就拿你炖狗肉锅子。哼！搞定，走着。大家注意了啊！今天我带队，上午咱们去体验东北特色滑雪，中午简单吃点，下午回来包粘豆包，晚上呢聚会。规矩是每人必须出一道拿手菜，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这安排满分。这次可是民俗体验项目，也是为了弘扬咱们东北文化。节目组特别大方，赞助了专业的全山野雪双板，还专门给咱们请了教练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孟大爷，今天的滑雪总教头。得，这小子就不用我教了吧？那可不，咱这个手法还用人教啊？你今儿个是打算用自个儿的板子，还是用节目组发的新板子？那还用寻思？当然使自个儿的，得劲儿。别的不说，你回去规制规制，你那板质量是不错，就是长得忒磕碜了。能凑合用就中呗，扯那些没用的干啥？我麻溜回家拿板子去。要摔了！都别慌哦，就当凑热闹体验一把，指定不带让你们往深山里头钻的，能顺顺当当的滑起来，活动开就中了。大爷，我这可是专业级滑雪水平，在这平地滑没意思，我想进深山里看看。我这岁数钻深山老林不得劲儿，得搁这嘎达看着这几个猪崽子。那怎么办？节目组肯定不让我一个人进山啊。你就让苏小领你进山就中，那小子比我还门清山里的道。哇，苏小，你这板儿能滑吗？感觉随时要散架呀！哼，别抽不起这破板。苏小这小子靠着这玩意儿，在雪地里能甩我2里地。哇，这板儿挺那个，感觉特别有年代感。那可不咋的，这可是我妈支援给我的，我姥当年留下来的老物件。哇塞，传家宝啊，难怪这么有质感。苏小，你平时看着吊儿郎当，没想到还有这么深的底蕴。你听他瞎扯犊子！大爷，难道这不是他姥姥传下来的吗？我叫你搁这儿跟我俩吹牛逼！大爷，你就这么说吧，东西还真是他姥传下来的。可架不住啊，是这小瘪犊子把他姥给他老妈的陪嫁大木头箱子愣给拆巴了做的。你们自个儿瞅瞅，这可是正经的水曲柳啊！那阿姨还挺大度啊，这都没把他赶出家门。大度可大度了。这小子当时2月没去上学，他妈还照样给学校交了2月付学费呢。老爷子，你这直接抄我老底儿，不厚道啊！哎，苏小，那你后面为什么2月没上学，在家闭门思过，深刻反省吗？搁家倒是搁家，可不是面壁思过，是搁家趴窝养伤呢。我妈那火茬子抡圆了，给我这顿胖揍，差点没给我送走。吊在树上打的。天哪，大爷你也知道，当时惊动了很多人吧？哪有，偷摸自家院里揍的。不过那板皮子我定的，揍他时我也在。苏小的妈妈不会连你也批评了吧？那没有，我就管定吧定吧，咋也赖不到我头上。再者说了，我哪知道那皮子是打哪儿逃过来的？那您在那儿劝架？我给他老妈递的火钳子，我也想知道那皮子搁哪儿整来的。孟大爷，你是真狠呐！等一下，不对，那为什么要多交2个月的伙食费啊？养伤跟伙食费有什么关系啦？那啥，那阵儿吧，孟大爷搁那说，这老式滑雪板子底下得整张兽皮钉上，不然滑不快呀。然后呢，我没瞅着兽皮，我就把我们校长的皮夹给拆了，给整上去了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校长的皮夹克。你真是个天才！
乐啥乐？好使就完了呗。李老师，你到底进不进山呢？不进我可回去眯一觉去了啊！进，有你这件法宝带路，我今天必须见识见识。那咱们也出发。苏晓，看到下面那块大石头没？看到了。怎么着，李老师？练练。哼，光滑没意思，咱们比比谁先滑到那块石头旁边，敢不敢？行啊，虽然我这装备是校长的皮夹克打底，但赢你这身进口货，绰绰有余。那咱们手底下见真章，3、2、1，走着！苏晓，看好喽，这叫专业走线。李老师，这可是野血，拼的是直觉。哎呦我操！李老师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意外，比赛继续，我可没输。冲啊！闪开，闪开，刹不住了！你这专业套装挺牛啊，还带贴地飞行功能呢，伤着哪儿没？我这把可是赢了啊！没伤着，这衣服厚实。不过刚才那把不能算，我对这地形不熟。咱们3局2胜，下一。老伟，老什么伟？李老师，你冻结巴了？疯了，简直疯了！你们不是说这片猛兽少吗？怎么连老虎都蹦出来了？快，马上联系老跑山客，通知所有的备用支援力量，还有立刻向上面申请直升机专业救援队！快！这要是再出人命，咱们全完了！包大爷，出大事了！苏晓他们又碰到猛兽了，是老虎！什么？老虎？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苏晓这小子是怎么回事？简直跟唐僧似的，就招这些山精野怪喜欢。全体集合！苏晓那小崽子遇上山神爷了，给我带上家伙，老拉了钩！苏晓，怎么办啊？咱们是不是要交代在这儿了？没事，李老师，老虎不会伤害我们的。啊？你看我信吗？你不要命了？这可是老虎！没事儿，这是我们山神爷。苏哥，别上去了！这边老跑山哥说过，只要不主动招惹老虎，
一般都没事的。现在必须往上凑了，它是一只母老虎，要下崽了。哦，这你也能看得出来？老虎下崽恐怕会更凶吧？我们要不还是先想办法撤，联系专业团队来解决吧。来不及了，这老虎难产，再耽搁一会儿可要出大事了。苏小，你干嘛去？帮虎妈妈接生。